湾的玻璃工艺因过是外销欧洲、美国甲日本的主要产品哦。不过时代变迁，玻璃豆豆去互塑胶取代去，工厂是一间一间收掉。为着维护这项工艺消息，有玻璃工艺师用老师傅的经验来结合新的经营理路，要复兴玻璃产业。稍等的7点半，台记台青春咱的网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场工艺师的热情也有创意。在民国49年至69年之间，咱台湾玻璃工艺产业，苏当时台湾甚至红讲是电火豆王国。而且迄当阵做玻璃师傅的薪水，是袂去输予现处时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。早吼，我学师迄当阵哦，做玻璃的工钱哦，比湖水的啥物拢较悬。迄当阵的玻璃厂的师傅来讲，实在薪资来讲算悬的。迄个年代，玻璃厂的师傅是行路有风的时代。千外度的药，规年烫天24点钟安尼行。这款小热的工作环境，要让少年人来学是真学。我一开始非常的不适应，因为在夏天的时候，玻璃工厂非常的热，1000度的窑炉好几周一直烧，然后人都每天都满头大汗，非常的难习惯。为了让传统用本的玻璃产业搁再加热，新世代的少年工艺师结合设计甲造价的概念，创造新的发展。较早拢咧做代工，但是拢对美感不足。转来台湾了后，我直接去学校选少年啊设计师，希望教育因天马行空的想法，然后用新的概念落去做应用，安尼才有机会去做后边的咱这个起草的开发。那我觉得文化透过饮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，我们的器皿、我们的食物跟甜点。可以跟环境、跟这个文化、跟历史有很好的结合。玻璃工艺要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甲骄傲。这群少年的工艺师在传统当中创新，用千外度的热情发展出新世代的模样，要让传统用本的玻璃工艺会当再现风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